较早吼，迄个咱庄骹吼，阮较早囡仔捌迄个啥扣稻秸，恁敢捌听过？迄个秸就是稻子的遗留在迄个啥，咱迄个挂稻的时阵有当时啊会有安尼落几穗啊伫涂骹吼，啊有呢去迄个扣迄个稻秸啦吼，稻秸就是迄个碎屑吼，啊，阮较早定定嘛去扣稻秸去。阮咧庄脚上接做扣稻秸啦、扣番薯啦、扣土豆啦，啊，啥要用迄字扣？扣番薯就是讲人咧番薯园吼，人已经将番薯采收了后卖起来对无吼？啊，人番薯个拢扣去，但是加减有一寡番薯，伊是毋是迄个伫咧土地掘无着诶？嘿，啊，人较早迄番薯园诶人吼，足好诶哦，伊知影讲迄生活困苦，才会去遐扣番薯吼，啊，伊吼。有诶就讲较好，伊就讲啊，来，阮这番薯园吼，已经迄番薯已经沤起来吼，啊，迄个呢，恁要扣番薯，通入来扣啊吼，啊，共款啥做扣土豆，扣土豆共款人诶土豆园吼，人诶土豆个拢土豆用烤诶嘛，规张土豆烤起来了后吼，啊，共款诶有一寡吼，咱简单讲糯米啊，有无吼？啊，阮就定定嘛去扣番薯、扣土豆吼，啊，扣稻秸共款咯，挂稻啊落落去诶。迄个吼，咱伫讲诶，零散的稻穗，迄个扣稻秸。你看，咱简单讲有无？从迄囡仔时代迄个记忆啊，吼，亲像软过时间的磅空共款吼。啊，随你看，你拄安尼讲吼，哦，我咧记忆迄个吼，随为咱即摆即头哦，趁到较早诶迄头咧，哦，水啊，对啦，这个是吼，迄咱咧讲扣稻秸吼，啊，扣番薯吼啊。扣土豆啦，哎呀，吼，所以你看，咱台语意思水字啦，用迄字扣，就知影讲吼，就是去用扣的啦，嘿，吼，扣人迄个啥落去的，吼，顺无着，迄做扣，吼。后来咱继续吼，吼，较早吼，迄个啥稻穗会当摕来补吼，啊，阮补的物件吼，哦，土豆，啊，我土豆定定个拢补甲臭火焦，吼。啊，补番薯是吼，上接补的，就是吼，阮阿嬷叫我迄个啥大灶爱顾火啦，吼，我顾火，我顾火个拿吼迄个补番薯啊，所以较早定定嘛伫咧灶坑补番薯啊，好，足好诶，来。